晒，多謝晒。好難得唔好。首先我多謝各位嘅來臨啦，希望而家雖然呢度有啲焗，但係大家都仲支持坐咗喺度或者坐喺度欣賞我哋，我好感激，多謝晒。首先要多謝我哋嘅導師團隊啦，多謝咁多位排咗咁多咁精彩嘅舞俾我哋嘅學生，亦都有我哋咁好嘅學生去跳咗咁多段咁精彩嘅舞，俾多啲掌聲自己。仲有包括我哋買飛睇我哋嘅 showcase 嘅朋友，同埋支持 BCDC 嘅朋友嚟睇我哋 showcase， 咁多年，多謝。希望我哋嘅 showcase 保持一定嘅質量啦 ，keep 住永遠一路向上嘅水平，盡量希望多元化啲，提高啲跳舞嘅水平。呢個係我哋間學校嘅宗旨，同埋多元化，同埋跳舞係融和啲啦，希望大家可以係咯，唔知講乜，總之好開心啊！多謝大家，亦都藉著呢個機會多謝好多朋友啦，默默咁樣支持我嘅朋友啦，包括我嘅屋企人啦，我嘅好好嘅朋友啦，好嘅多謝 BC 幫咗 BC 咁多年嘅所有 tutor 啦，一路不離不棄，依然 keep 住繼續大家嘅理念啦。係好難得㗎，好難得㗎。順便講埋多謝所有今日sponsor 呢個 showcase 嘅所有單位啦。多謝所有嘅後台工作人員啦，DJ 啦，helper 啦，所有嘅人啦。我講唔晒咁多，亦都驚講錯記唔晒。總之一句非常多謝。冇你哋係冇今日嘅 showcase 㗎，其實係咯，10年啦。其實由99年到而家13年，基本上係14年啦。我做咗呢間學校。咁第一個4年就喺一個地方，而家呢個地方亦都一個10年。其實10年嘅時間喺一個太子區係好難，即係我自己覺得係都係咯，人生有幾多個10年啊？啫，又做咗一個10年。咁其實想講一講其實將來 BC 會 move 嘅，即係會搬嘅，會去葵芳嘅。希望大家都一樣繼續支持。係喺9月21號應該會搬嘅。我希望喺未來嘅日子，我都可以繼續支持所有跳舞界嘅朋友。亦都可以一路 support 住佢哋。我間學校或者 BC 係俾佢哋一個平台，或者一個竇又好，一個基地又好，俾佢哋可以提供一個俾佢哋更加進步嘅地方。或者係咯，我希望未來仲可以繼續另一個10年。好多謝各位，都唔知講乜啦，唯有喺度我哋所有嘅團隊一齊，多謝大家提起身。Thank you 你哋嘅來臨，希望下年我哋再接再厲，多謝晒。多謝晒。